美食报马仔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爆马仔依萍，今天为大家介绍夏陵路上的格列佛意式料理。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特别的意式做法的青酱，它是用小农契做的这种9层塔红汁的，我们一叶一叶把叶子剥下来之后手工制作，素食者也可以食用哦。还有其他非常美味的意式料理，像我们的薄饼很脆，它不是厚的哦，是脆薄脆的，而且有甜食类的薄饼，还有来这边必点的一个佛陀碗，我们把世界上的超级食物、健康食物都放在佛陀碗里面，还有金刚佛陀碗里面有猴头菇。Vegan 素食都可以食用，我看到很多素食者来，他一定会点哦。大家美食报马仔依萍，这次要推荐给大家格列佛意式料理餐厅，伫夏陵路顶已经开业10档，餐点主打加油加盐轻食料理，因为食材选用讲究，料理方式又够健康，深受真侪爱水的办公室 OL 的推荐。这一道的话就是我们的金刚佛陀丸，那其实它里面的配料最主要就是植物性的蛋白，那像其中上面的话，这个的话就是酥炸猴头菇的部分，那我们还有搭配松露油，对，去增添它的香气。那像我们的防疫便当，一般的话像猪五花的话，外面都是用直接煎烤的一个手法，那我们是先蒸煮过再去做煎烤的一个料理程序，那它在口感跟香气上面呢，其实会更为丰富。另外，位伫咧东区东风路顶的坤岛 social 餐酒馆，伊的餐点嘛是结合餐酒馆的特色，以酒来入菜调味，非常的特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美食报马仔，我是 Tina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来到坤岛 social， 我们是要介绍他们今天新出的那个油封猪菲力跟酒醉鸡沙拉。那酒醉鸡沙拉的话，它口感上面的话会比较清爽，它是用绍兴酒下去做调制的。那口感上面的话会比较不会那么的厚重。油封猪菲力的话是用酥肥鸡下去做调制的，那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。通常外面的话都是用鸭胸下去做调制，那他们是用猪肉下去做调制，我觉得口感上面还蛮嫩、蛮特别的这样。今天呢，介绍了2道的轻食，一道是酒醉鸡沙拉，另外一道的话是油封猪菲力。那这2道的话，其实都还蛮适合就是上班族啊吃的。那这里的话，油封猪菲力我们是采用酥肥鸡的方式下去烹调，用小火下去香煎。那这里的话，上面淋的话是香平酱，那2者一起搭起来，它们软嫩，然后而且口感是蛮特别的。那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蔬菜。那油封猪菲力的话，我们主要是用绍兴酒的方式下去腌制，然后再搭配枸杞、人参须这些比较健康的一个食材。那整体呈现上面来说的话，这一道菜的酒香味蛮十足的，但是吃下去它不会很厚重，让你觉得好像很不舒服的酒精味，它是比较清爽的。那这2道菜的话，就是推荐给大家来食用哦。看完今日的美食报马仔，你敢有巴肚枵呢？观众朋友若是有想要推荐的美食，只要你是真心感觉好吃，欢迎伫香竹西三冠王脸书粉丝团，也就是 YT 频道，这支影片下骹留言推荐，你就有机会成为后一个美食报马仔哦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